喺一個遙遠嘅森林裏，住住一隻名叫露露嘅小狐狸。露露有住閃閃發亮嘅橙色毛皮，同一雙大大嘅好奇嘅眼睛。每當夜晚來臨，森林裏面嘅星星就會喺天空中閃爍。露露總係忍唔住仰望星空，想知道天上嘅星星係點嚟㗎。一日晚上，露露決定要去尋找星星嘅秘密。佢告別咗媽媽，踏上咗月光照耀嘅小路，心中充滿咗期待。我會揾到星星嘅，露露自言自語。佢穿過咗茂密嘅樹林，嚟到咗一片開闊嘅草地。呢度嘅星星睇起嚟特別近，仿佛伸手就能夠觸碰到。露露坐喺草地上，仰望住滿天嘅星星。突然，一粒流星劃過夜空，留低咗耀眼嘅光芒。哇！講係乜嘢？露露驚呼道。佢決定跟隨流星嘅方向，於是跳起嚟，開始奔跑。沿住流星嘅軌跡，佢嚟到咗一座閃爍住光芒嘅山丘。山丘上面有一扇金色嘅大門。露露好奇咁推開咗門，走咗入去。門裏邊係一個神奇嘅世界，呢度嘅每一個角落都散發住星光。露露睇到好多可愛嘅小星星喺天空中跳舞，佢哋嘅笑聲好似鈴鐺一樣清脆。歡迎嚟到星星嘅國度。一粒特別大嘅星星向佢招手。我係星神王，我哋一直喺度等你，等我。露露驚訝咁問：係嘅，因為你有一個特別嘅願望，我哋希望能夠幫助你實現佢。星神王微笑住話。露露想了想，然後話：我想知道星星係點嚟嘅，仲有佢哋嘅秘密。星神王點咗點頭，帶住露露走進咗一座閃閃發光嘅宮殿。宮殿裏邊嘅牆壁上掛滿咗星星嘅圖片，仲有好多美麗嘅故事。每粒星星都有自己嘅故事。星神王開始講述，佢哋從唔同嘅地方嚟，有嘅嚟自遙遠嘅星系，有嘅則係從夢想中誕生。露露聽得津津有味。佢問：咁點先能夠讓星星更亮呢？星神王回答：每當有人許下真誠嘅願望，星星就會變得更加明亮。佢哋喜歡聽到人們嘅夢想，並幫助實現。露露心中充滿咗感激，決定要將呢個秘密帶回森林，話俾所有嘅朋友們知。佢向星神王道別，並許下咗一個願望，希望能夠把森林裏邊嘅每一個朋友都帶嚟呢一個星星嘅國度。返去森林之後，露露話俾媽媽同朋友們佢嘅冒險故事，大家都驚訝不已，決定一齊喺每個夜晚許下願望，俾星星更亮。從嗰以後，森林裏面嘅夜晚變得更加美麗。每當星星閃亮嘅時候，露露同佢嘅朋友們就會瞓喺草地上，仰望星空，許下佢哋嘅願望。露露知道，無論星星喺邊度，佢哋都會一直陪伴住佢，守護住佢嘅夢想。夜晚漸漸深咗，露露喺媽媽嘅懷抱中閉上咗眼睛，心中充滿咗對星星嘅期待同埋對未來嘅希望。晚安，星星，佢輕聲講道，然後進入咗甜美嘅夢鄉。